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美国罗德岛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发现，全球有99座沿海的城市，当咧面临着沉落海的危机，有将近2亿人会受到影响。像中国、孟加拉、菲律宾等等人口密集的地区，严重者一年可能会沉落4公分。台湾嘛，方点名讲台北每一年是以0.2公分的速度沉落海。咱的地质学者是讲，最近这几年来，台北有管制抽地下水，所以北部沉落的速度有咧减慢，颠倒是西南部要特别注意。为着灌溉田园，或者是为着养殖渔业，台湾西南沿海把大量抽地下水，地处地震内类。即摆台北是不是也面对着同款的危机？美国罗德岛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全球特别挖100城市当咧落入，恐惊会影响到超过2亿人。台北也以每一档超过0.2公分的速度当咧落入。报道中的2个 millimeter 可能比10几公分的结果还要高，或者是那2个 millimeter 可能是几步。地质学者对这个数据持保守的态度。台北过去累积的下旱大概2公尺，不过1987年翡翠水库起成了后，地面降水相对充足，台北已经禁止抽地下水，落入的速度是放慢前些。和台北来比，更加应该注意的，颠倒是发展农渔业的县市。西南沿海以及渔村多的地方或者是这个我们屏东这些靠近海边的低洼渔村多的地方。还有说宜兰，而且下沉量常常达到1年好几公分。报告也指出，地震下旱的地区主要在亚洲，像孟加拉、中国、菲律宾、巴基斯坦，每一年上至下旱4公分。这些所在加起来有特别多6000万的人口，主要的沉港区拢伫咧主体或者是工业区，未来将会面对着被海水淹过危机。控制这个地层下陷呢，最重要就是要管制地下水收集。那管制的要有效，就是你要充分的供应地面水。地震内类海水倒灌，当着极端的气候，就会一直传出灾害。免怎伫用水也有发展的期间处于平衡，是每一个国家拢爱面对的大难题。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